感谢有希望，咱继续来关心南投市有一间国小有一个姓黄的棒球教练，被指控讲，当期是对22个囡仔卡来手来性侵害，检方昨甲伊起诉，嘛请求法官判重刑哦。另外，伫南投中寮某一个国小的主任哦，和毕业20档的校友指控骗色，性平委员会调查了后是改骗这老师，嘛永远袂个聘用。 捌互教育部表扬的姓黄的老师，伫咧南投一间国小兼任棒球队的教练，伊互人指控这10年期间对22个少年学生强制威胁、强制性交，犯68项罪。南投地检署测试侦查终结，以刑法甲离校宽法起诉，请求判重刑。南投县教育处强调，相关的性平调查已经完成，上当会甲法重新改评，袂搁再请。目前他的性平调查的案子已经调查完成了。 那以黄姓教练被起诉的这个，还有我们调查的内容，应该是会言语重惩了。然后我们最重的惩处就是终身解聘，永不任用。中寮乡一间国小是有2位毕业20档的校友，指控迄当阵，互老师卡来手来。这个老师即马阁是学校的主任，案件经过民代转互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协助通报。学校性平委员会调查了后，决议依性平法，甲这个主任重新改聘，袂阁再请。受害者即使经过了20年的这个时间并没有去抚平他的伤痛，因为受害者在调查过程其实速度是承受很大的压力，那甚至也需要到心理咨商师一起来陪同。林本表示，南投接受发生校园性平案，受害者让骨力当对德山姓老的校长性骚性侵，今年5月一审判刑15档8个月，看到希望，因徛出来讲，卖有后一个受害者。南投的竹山案，让南投地区的受害者看到一个曙光。 哦，原来有可能会成功。其实来找我们的人都会问说，到底有没有办法？有没有办法解聘这个老师，得到自己的公平正义以外，更重要的，其实他们就是不希望有下一个受害者。 詹宏苑认为，几个案件共同的所在，就是涉案的老师拢是名师，家长唔愿相信性事属性，也佮有教育体系通报机制无效。伊呼吁教育处应该爱查体系内底敢有暗坎，而且加强性平教育，才会当避免悲剧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